警方由歐洲引入警犬，出年第一季緝毒犬嘅數目由10隻增加到25隻。至於曾經喺長沙灣警署出走被揾翻嘅警犬安琪，早前生咗8隻狗 BB， 下個月會重新接受訓練。吳定欣去睇過。幾個記者排企，測試下緝毒犬究竟有幾叻。緝毒犬奧雲話俾大家知邊度有毒品。咁你見到咧，佢襪都會袋緊。OK， 好，咁啊俾大家睇一隻先。咁呢個手上面有啲大麻嘅。而家警犬隊有10隻緝毒犬，全部都係拉布拉多犬。點解呢？唔通佢哋嘅嗅覺特別靈敏？嗅覺靈敏度就好難量化嘅。相信大家見過拉布拉多犬，佢哋都好善良嘅。咁好多時都喺街上面咧，如果係巡邏嘅話咧，都會好受歡迎嘅。財政預算案提出增撥資源打擊毒品，警犬隊將會培訓幼犬，又會由歐洲買入成年嘅拉布拉多犬。預計出年首季尾，緝毒犬會增加到25隻，而現役嘅緝毒犬會延遲半年到1年退役。會係喺荷蘭咧、比利時嗰邊咧，都而家計劃喺今年第3季度，我哋會去嗰邊買一啲比較成犬翻嚟，可以即刻做到訓練嘅。呢一批新嘅緝毒犬呢，我哋嘅計劃應該佢哋係會喺街上或巡邏啊，喺路障方面啊，同埋一啲特別嘅行動嗰度會出動嘅。現時警隊總共有178隻警犬，咁其中主要就係呢類嘅比利時牧羊犬，咁其餘亦都包括負責緝毒嘅拉布拉多犬。比利時牧羊犬聰明、敏捷、服從性又高，最適合負責巡邏。咁大家仲記唔記得佢呢？佢就係今年2月喺長沙灣警署走失嘅警犬女安琪，亦都係比利時牧羊犬嚟㗎。而家已經榮升做媽咪，3月中生咗7女1男，總共8隻狗仔。下個月中會重新接受訓練。每一隻母犬佢生完一胎狗仔之後呢，我哋俾足夠時間佢休養啦，大概係8至10個星期之後呢，就會俾2個星期一個延續課程俾佢嘅，等佢可以同佢個原本個領犬員重溫翻佢之前學過嘅技巧啦、動作等等。再通過一個好簡單嘅考核呢，我哋就可以俾佢出去當更嘅。為咗防止再發生警犬走失事件，沙嶺警犬訓練基地嘅70個戶外犬舍會逐步加裝鐵枝，長沙灣同埋馬鞍山警署嘅犬舍亦都會改裝。亞洲電視記者吳定欣報道。